今日係2025年6月22號，以下含有 AI 自動整理內容，請自行判斷。6月21號星期六，美股收市。最新科技股新聞，一蘋果高層就買入人工智能初創公司進行嘅內部會談。Apple 喺高層討論過可能會出價收購 AI 新創公司 Perplexity AI， 目的係想揾更多 AI 人才同技術。負責併購嘅 Adrian Perica 同服務主管 Eddie Q 連同其他 AI 決策人討論過呢一個主意。據知情人士話，討論仲係初期，可能唔會有正式出價。而更好嘅電動車股票，福特對特斯拉各同 Tesla 嘅比較好重要，因為佢哋反映咗汽車業未來嘅方向。無論係傳統車廠 Ford 定係專注電動車嘅 Tesla， 兩間公司嘅轉型電動車同自動駕駛出租車上面對相同嘅機遇同挑戰。3. 呢一個全球投資信託基金正騎住亞洲嘅人工智能浪潮，直達銀行。Equinix 喺印尼開咗間 AI Ready 嘅 Jakarta 設施，搶先對手喺當地數碼發展高峰前建立重要基建。佢喺全球有270個數據中心，客戶流傳率達 98%， 喺數碼基建界穩如泰山。即使大手投資現代化， Equinix 仍然財政穩健，持有近30億美元現金同76億美元流動資金。4. 通往3.7萬億美元穩定幣市場嘅道路充滿障礙，穩定幣快將普及。美國參議院推進相關法案 ，PayPal 同 Amazon 都想用嚟做支付，不過監管唔明、流動性低同合規問題威脅到預計3.7萬億美元嘅市場增長。要普及就要有清晰嘅規則、操作性同解決實際支付複雜性。5. ARK 投資收購 247.8K 股 AMD 股票新聞。ARK 投資管理由 Cathie Wood 領導，買咗247,800股 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。呢一個行動顯示佢哋對 AMD 嘅信心。科技同埋商業新聞。一方舟失落殖民地嘅生存升天國衝通行證係即時禮遇嘅直播，多間公司收集用戶資料，用於廣告同埋內容個人化。數據包括 IP 地址、設備特徵等，保留期由30日至到4320日不等。用戶同意期限從3個鐘頭至到10年都有，可能會自動續期。而喺最後推動市長入邊，蘭德同2個荒漠指控者一齊出現。我哋同我哋嘅供應商用 cookies 同類似方法去識別訪客同記住佢哋嘅喜好，仲用嘅分析量度市場推廣成效同瞄準廣告。我哋可以喺你嘅裝置上儲存或讀取資料，你可以隨時改變你嘅私隱設定。3. 中西部城市焗住熱浪覆蓋美國中部，我哋同我哋嘅供應商用 cookies 同類似方法去識別訪客同記住佢哋嘅喜好，用於分析量度市場成效同針對廣告。我哋仲用嚟量度廣告成效。你可以接受或者係拒絕 cookies 用於唔同嘅目的。4. 馬哈茂德·夏溫利爾被拘留幾個月之後返回紐約，我哋同我哋嘅供應商用 cookies 識別訪客同記住佢哋嘅喜好，仲用嘅分析量度市場效能同廣告投放。你可以接受或拒絕 cookies 用於不同用途。5. 矽谷嘅領導課，矽谷教晒領導技巧，話要有緊迫感，唔好安於現狀，要敢於挑戰自己同行業，仲要學識接受失敗，鼓勵多元化思考，創造一個容許創新嘅環境。新聞報道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